肚仔会痛。阿英因兜有饲兔仔，有一日，阿英着一囝大声叫讲：妈妈，毋知什么来咬兔仔呢？在闹火。妈妈赶紧走来看，详细看了，甲阿英讲：毋是啦，兔仔生囝啦，拄仔出世的兔仔囝拢无门，兔仔某惊伊的囝寒死去，所以甲伊的门规堆，才生伫遐。伫角仔遐有一堆门，也有块震动户，迄就是兔仔囝在震动。阿英若斟酌看，若想着妈妈会痛。妈妈为着囝流血，